油！祝大哥，大哥加油！加油！大哥加油！大哥你要坚强哦。 你们辛苦了，会在天上保佑你。你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我们聊一聊以前的事啊，聊一聊一些心里面想的事情。我是劝他说，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他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他压力太大。他真的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。他现在是在担心。 他觉得他没有做好所有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想。他给自己很大很大压力了。那我们就是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上面，就希望他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方面去走。他现在是当然，就像大家讲，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可能情绪比较低落一点。我们只有帮助他，就是尽量帮助他。 其实一个人在生命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受到这么样的创击，我们觉得他真的是痛，大痛。然后，其实我跟新农的私交是非常非常细腻的，就是我们会在半夜打电话的那种兄弟。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通了很多电话，但是刚刚听他的讲话，一直觉得他打不开这个结，我一直跟他讲不可以有错误的想法。我们其实代表着某种环境里面的重要的开心、快乐、正面能量的元素，我们不能有其他错误的思维出现。我会继续跟他加油，那希望大家也给他最大的祝福。我跟他讲。 独自要面对的时间非常多，请他自己要勇敢，要坚持，为了他的前世情人，他的女儿，尤其他跟刘真两人最爱的，就是随时他想的话，都可以赖我们随时聊天。如果他想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去陪他，但是他也不要勉强，每个朋友他都要去。 招呼什么不用，他想的话再做，不想就不要，想自己的静下来就静下来，只告诉他，就是还是要靠自己。